神農爺爺，我返嚟啦！我想學多啲有關中醫藥嘅新知識啊！你返嚟啦，我哋開始今日記中醫藥知識小課堂啦。爺爺，點解成日發脾氣？諗太多，身體就會唔舒服噶。小龍，呢個就係中醫講嘅七情內傷。點解呢？喜傷心，怒傷肝，思傷脾，憂傷肺，恐傷腎。情緒過度，五臟就會受損，成日憤怒、暴躁動氣，最傷肝氣，會令人胸悶、眼攰，容易頭痛。原來發脾氣真係會整病啊！過度諗嘢，胡思亂想就會傷脾，會食唔落、脹肚、攰晒冇精神。長期憂鬱、嘆氣多，會鬱結肺氣，令人氣短，容易疲勞，抵抗力變差。突然受驚，長期驚慌焦慮，會傷腎，令人心慌、手震、瞓唔好。適當開心養心，但大笑過度、過度興奮都會耗損心氣，令人心慌乏力。我明白啦，情緒穩定先係最好嘅養生。無過無不及，平和養五臟，百病不侵。